今天是2025年3月24号，这是我们的寿丰王的田，你看这个很漂亮吧？今天呢，我们来这边呢再次施肥，大概是8包肥吧，从这边到这边来，看它的翠绿的样子，就令人心旷神怡啊！全程不用农药、化肥、除草剂的弥勒佛自然农法。这个自然农法最重要的是土壤改良，让蚯蚓回来，让土壤松软香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加上让土壤坐月子，这农地的主人呐，他就是经年累月的都是强调他不施农药、化肥、除草剂，他把这个土地顾得非常的好，所以种出来米一级棒。